好，家下学到咧词汇还有短句嘅，写下来就用係句型教學。啲家下影片地圖有講到客家料理係樣板型來煮，大家平常時去餐廳啊，一天多多少少有食過客家菜，比如講炒肉啊、豬腸炒薑絲啊，按到無樣嘅客家菜。到底係樣板型用客話來講咧，韓國大家最後嘅一出客家菜係哪一出菜咧？比如講，做得按呢問，想愛學乜嘅客家料理？你想要學什麼客家料理呢？係講當考試炒肉嘅人，可能就會按呢回答：我想學炒肉。我想學客家小炒。同樣嘅問題了，想愛學乜嘅客家料理？我想學薑絲炒豬腸。我想學薑絲炒豬腸。稍等，咪同樣嘅問題，想愛學乜嘅客家料理？我想學豬鳳炒快菜。而咪做嚟講，我想學豬鳳嘅炒快菜。我想學豬血炒韭菜。好，今本日嘅詞彙、韓國句嘅老句型，全部都分享俾大家了。唔知大家有記起來冇？忘記起來，唔驚，唔使驚。稍等就係複習嘅時間，大家夾一下筆記，繼續拿出來，等向下來複習吧。今日學到嘅句型了。